大家好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故事。話說我做咗人都19年啦，一句我愛你都冇收過。自問樣唔差，但係入咗 U 都仲係 A0。於是我就成日上 BU Crushes 靜靜雞咁樣講我自己嘅心事，然後日日如是咁樣繼續生活。然後有一日我起身，我覺得今日有一啲唔同。今日嘅空氣好似特別清新，身邊嘅事都好似有啲唔一樣。突然間，我愛你變成呢個世界唯一一個語言。無論佢哋想講嘅係乜嘢，我聽到嘅就只係 I love you。I stay you， 我爱你。同克空。多耶。4月2號係我哋 I love you day， 記住同你身邊嘅人講聲我愛你啦。靠含笑。我愛你。Aku cinta padamu。I stay you。 I love you。唔知你又識啲咩語言呢？由今日開始一路去到4月11號閉幕禮，成個楊振寧節都歡迎你拍一條短片，講唔同語言嘅我愛你。Yo es Kade。將短片 send 去 youngfinite12th@gmail.com， 成個 file 掟過嚟，或者係用 YouTube link 都冇問題㗎。之後我哋就會將所有嘅 I love you 短片集合埋一齊嚟豐富呢一條短片啦。